再来看高雄高山的渡船站，今年按说要整3只新的电动船，头一只今仔启用，伊的船身是为黄色的鸭，先说来宣传最近黄色鸭的活动。市长陈其迈表示讲，这只新船唔那要互观光客坐，买来服务高山往来基顶的民众。 来到高山渡轮站，看到一只白色船身，船头有2只黄色鸭，模样真古锥。这只是渡轮站上新打造的电动船。拄好这礼拜六，黄色鸭就要来高雄码头啊！新船嘛真正黄色鸭的船，学生拢讲看起来真新真古锥，嘛期待会当坐到。古锥会啊，期待啊，因为阮社团的人来啊。算气球啊，就是那么壮观，但是也是觉得很可爱。 是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就是它还有上面那个可以站上去的地方，很漂亮这样。高雄市政府甲环境部做伙出经费，也是头摆由台船公司来打造，拢总有3只新的电动船，这是第1只加入服务的船。目前轮船公司有9只渡船，已经有4只是电动船。未来市府会继续换掉原底石油的船啊，来达成近零减碳的目标。那这是第1艘，我命名为雄战1号，所以到今年底呢，我们还有2艘，那会陆续来做交船。那我们从今天启用以后，我们就会来服务旗津到鼓山这个航线让我们旗津到鼓山居民呢，可以有一个更优质的一个渡轮的服务。过去就有在地民众反映，居民平常时通勤拢是坐旧船。市长陈其迈表示，未来这只新的电动船会先服务高山甲基顶的民众，来配合这摆黄色鸭的活动，嘛毋忙会当兼顾观光。记者钟丽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